要来关心台湾的天气愈来愈热，一寡人感觉足压榨，因为温度愈来愈悬。根据国卫院一项上新的研究，看讲温度一日升悬，天气变热，安尼人会较忧郁。研究看讲，咱台湾大日一年平均温度差不多是20度到23度的地区，低落重度忧郁症的风险上介低。大日一年平均温度超过23度，若是提悬1度，安尼就会增加7%低到忧郁症的风险，特别是超过65岁这岁人影响上介大。休假若拄着好天，真侪民众拢会出门去佚佗，透一粒气。毋过其实曝日无一定会互人的心情变好。国卫院甲台大医学院的合作研究发现，高温可能会互得到重度忧郁症的风险变悬。研究团队利用气象局甲健保资料库来做分析，结果显示，住伫一年平均温度伫20到23度地区的民众，得到忧郁症的风险上低。一年平均的温度比23度较悬的地区，温度加1度，忧郁症的风险就会加7%。精神科的医生嘛讲，气温确实会影响到人的心情。潮湿，然后又闷，很容易使一个人烦躁。对于某些中枢对于温度特别敏感的一些比较神经质的人，他容易诱发一些情绪的波动、低调，这就是所谓的忧郁现象。为资料的分析嘛发现，全台湾一年平均的温度上悬的地区，像讲台北市、中南部平原、东部沿海等等，伫研究的11年来，忧郁症的几率有16%，比全国的1/1000.03加10倍以上。尤其是65岁以上的民众，更加会受到影响。一年平均温度加1度，这岁男性会加18%，这岁女性会加14%。多学习怎么转移注意力，心念一转，你心态当然就比较容易适应。天气变烧咯，但你拢拍记录。国卫院上新的研究嘛，看起咧期刊顶的，希望未来会当对忧郁症的治疗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